翻中带，就翻完全是动口球。哎，罐不罐你就完事儿了。我特意防着让你没球打。9号，第一杆，这球就随便扑棱，随便扑棱都轻你。我想给他免了去。就往那边叫，往那个4颗球中间叫。我给你免了。对，出溜过去。出溜我，就是出溜我。你看看这球，15号。这15号叫，你能不能使点劲儿？就是出溜你就给你出溜没了。是吧？你出溜我。这球就近打吧，啪就揍呗，就打13也行。来10号啊，揍。第一杆。你出溜我。13。13、18，别打了，免了不行。你还服了还不行，服了还踢。服了也揍，就罐他。你也不讲江湖道理。你看罐不罐你就完事儿。真免后个了，这球够吗？这球啊！哎呦我，干啥呀？啥